哇哦，这位婆婆穿得好优雅哦。佢头下啲苗度长细好神，家嘅妹啲落去打扮哦。做乜嘅我啲苗地度細神啊？不，因为今日啊系母亲节，来苗度细神啊是系有特别嘅用意哦。还有懂得老阿梅有关的有趣题目哦，快点来看节目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日葵，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社会实验部来分享世界社会参加这个礼拜的节目内容，提醒每小家对我做书片的按照巧克力。大家好，各位小家听一个来宾娟娟，大家好，第三个嘿蚊子，大家好，因为请每一个按照样子。大家好，来欢迎四位，今天有2位。J 跟蚊子都是第一次玩这个新版的小欧看世界，对不对？我们有4个题目，所以你答对1题会有1分，1个地球代表1分。当你们前面3题如果这么厉害都答对的时候，TCT 只是那种爱学红，人家抬这个 Game Q， 这是你们的最终目标，只要能拿到金球，表示你4题都答对。小左立板1，明天礼拜天什么日子？母亲节。来，节目一开始，世界先讲一下对阿明的讲法。妈妈，谢谢你把我生下来。阿姐姐嘞，阿梅暗自说母亲节快乐，记得快乐哦！来，过来黑蚊子。阿妹，感谢你对爱德的照顾。哇，讲得懂好呢，柚子。谢谢你平常那么用心的照顾我，然后母亲节快乐。好，针对小组的母亲节专题，压轴来看2礼拜的社会看世界。2礼拜专题我同大家看到来自各地的庆祝活动，提前来看头一个题目。请问，有2张相片嘅参加嘅人，係谁来也係谁妹呢？第一都係谁妹嘅，第2都係谁来嘅，第3左薯片係谁妹嘅，右薯片係谁来嘅，第4左薯片係谁来嘅，右薯片係谁妹嘅。麻烦4位小欧，请出示答案。哎呦，哎呦，好一致。我觉得左边他们在做什么？你看得出来吗？相扑。 sumo。OK。然后右边是因为后面那一整排都是男性，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活动可是有男性可以参加，而且在既往刻板印象抱小孩通常都是女生，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有可能是男生。那我这样反驳一件事情哈。你说左边那个在做的是相扑，你有看过女生在相扑吗？没有。没有。没有。但你还是觉得她是女生？对。因为我觉得那个相扑，一般男生相扑那个体型都比较大，然后我看到那个他体型比较纤细，应该就是女生。看得很仔细，我觉得你看得很仔细。好啦，第1题我是要恭喜4位呢，都错，还是跟4位说不好意思？来，请公布解答。答案是3啊。好啦，4位把第1颗球拿出来，旗开得胜，大家表现的都很好。来，第1张照片有没有？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相扑，我故意问这个巧克力有没有看过女生的相扑？确实，在日本是没有女生相扑的，原本的相扑都是男生。但是我们为大家选这个特别的活动，在北海道的福岛町，他们就是很多相扑选手，其实日本的选手都是来自这个地方，所以他们特别在母亲节的时候办了一个这么特别的活动，让女生也可以相扑。然后我们看下一张照片，好不好？你们猜的没有错哦，后面都是男生，所以你直觉觉得应该前面参赛者也是男生。这就是你看，而且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特别的地方在哪里？都把衣领解开了。为什么要解开衣领？你知道吗？要就是模仿女性母乳那样子，体验哺乳的感觉。2个特别的活动，这是我们今天母亲节第1题。少了 Q 用还亚洲，来，我们请 Newstalk 带我们去看下一个在亚洲的国家是哪里呢？
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哎，是哪里？尼尼泊尔在亚洲喜马拉雅山下的国家，并不大。来，尼泊尔的哪里？我们先到它的首都加德满都去，好不好？哎，这里是加德满都。哇，我们看到这是加德满都的一个街景，你觉得这是什么地方？河运河旁边，好像是一个人造的运河。然后看，哎，旁边还蛮多，哎，阿兵哥在下面做什么？啊，有人，巡逻吗？然后有一些像是观光客，但有一些像是当地本居民。地人，大家不知道在看什么。哎，你看底下有人，对不对？但这跟今天的题目无关，好不好？大家不用担心。哦，哇塞，哇，哇塞，这这是水中间那一堆是什么？是你们看到什么？很多叶子，石头，叶子吗？那是叶子吗？还是我视力不好呢？好像有一些是叶子，有一些我觉得像是塑胶容器之类的。垃圾，你觉得他们在做什么？洗头啊？洗脸，这是一个适合洗脸的场所不。是，好不可能，脏哦。不可能是。所以刚才柚子说树叶，哎，真的有，对不对？那我说有一些塑胶像容器制品，这好像是那个保护水苹果或水果梨的那个对保丽龙的那种纸哈。好，大家看完照片，马上来出题了。抓咗呢排題目，我哋看到係也條啲秒度寫成嘅人係乜人呢？第一，為阿妹欺負嘅新人；第二，為新人欺負嘅阿妹。4位參賽者，請亮答案。哎，為母親，為母親。哦，蚊子是為子女，柚子也是為母親。來，我們從唯一一位的蚊子，為什麼是為子女？就是因为大部分都是女生，是，然后都是穿红色的衣服。我觉得，而且他们年纪都很大，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为子女祈福。而且就算是那个男生应该是女生不方便出来之类的吧。因为这一集的主题是母亲节嘛，母亲节就是子女要感恩母亲，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为子女祈福的话，感觉就不适合出在这一集里面。哦，很棒，巧克力有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哦。母亲节，娟姐，你总把头题，不要讲完了，我不知道可以讲什么，所以你也是跟本周的主题相关，所以选。不然不会出这个题目。OK， 哇，大家现在猜题不是只有靠照片猜题的哈，心理战一个打得比一个还好。那究竟答案是不是如4位所言呢？其实最关键的就在于蚊子啦，请公布解答。完了，蚊子对了。答案是，来，恭喜3位拿出你们第2颗球，蚊子加油，好不好？才第2题而已，还有一半的机会。他们为母亲祈福，其实这些人的母亲都已经过世了，对，是为在天上的母亲祈福。其实背后还有很感人的故事。那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 Newstalk 的解说。哦，原来大家来写神的原因是为了为母亲祈福啊！拜托，唔老道有吉祥书的哦。一只细细的水佛是系有典故的哦，佢系缅怀过身阿妹嘅棺木塔哦。棺木可以看到死去的母亲。呀，系尼泊尔嘅民间故事。听讲，一条阿妹过身嘅撞牛角嘅，无生日喺一只水佛度看到过身嘅阿妹，佢条对阿妹嘅思念，都喺一只水佛得到安慰。故说，尼泊尔人就攞一只水佛，安名安做棺木塔阿妹。也真嘅系感通人嘅民间故事呢。错嘞，佢条唔单枪写神，佢条书风还会旁等东西呢。唔看到当详细哦，佢条都系阿妹亲好食嘅果子，还有点心，得到棺木塔度，希望天堂嘅阿妹做得好好享受。我吃到一条风势动赞呢，佢条阿妹过身嘅日佢用做得来过母亲节。
好，你看呢两家的亚洲的题目之后，上呢强调啥的？南美洲加你含了上分的体风，按照比路来，我们前进南美洲的秘鲁。其实这个题目是在秘鲁的首都利马，利马的旁边。我们先透过秘鲁的相对位置在巴西的旁边，紧接着你看一下相片，我们从照片来看一下。哎，哇哦，哇，大家看到什么？在跳舞，跳舞的人，感觉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很热闹，热闹的活动，大家心情怎么样？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很高兴。来，我们还有另外一张照片。哇，哎，这不是中国，有一种那古装剧的感觉。就是他们的服装跟前面的不太一样，然后他左边的女生头上还戴了那个像朕会戴的那个东西，帽子，对啊地位很大的人才会戴。感觉是很有地位的人。来，你俺是来看2礼拜的题目。一场母亲节活动限定哪位？第一，監獄；第二，購物中心。原来我们刚才看到2个不一样的场景，都是一场母亲节的活动。都好了吗？好，4位小欧，请出示答案。哎，世界小欧的答案就係1，監獄。第一个直觉就是因为看到警察，就会觉得说，除非是虽然这活动很盛大，也有可能有警察来啦，不过感觉戒备很森严。购物中心的那个背景不会像是围起来的东西，购物中心应该要有比较现代化的东西。所以仙人掌太不现代化了。这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华丽的感觉。 OK， 猜题王。监狱通常也是会有一个广场让饭的活动嘛，然后他这个可能就那边直接搭一个棚，然后让多找几个座位，然后让那些母亲看他们很久没看到的就是儿子女儿之类的，而且有些人不是高兴，有些人有点就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兴嘛，那有可能是看掉很久没见到了所以高兴，也有可能是认为他可能还要继续关。柚子看得很仔细哈，看到你看不同观众，比方说这一位女士，她的表情可能就像柚子讲的，并不是呈现一种在购物中心那种很欢乐的气氛，所以看下来看解答，解答是，恭喜4位，现在有3位小欧正迈向第4颗金球哦。好，那其实这个监狱呢，我们可以透过地图来看一下它外观的样子。它在利马这间监狱，它是一个女子监狱。全部都有女生，而且这间监狱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是可以带着小孩。如果你是，比方说刚生小孩的妈妈，3岁以下的小孩，你是可以一起带着在监狱里跟你一起服刑，至少这样小朋友跟妈妈是不用分开来的，有没有？刚才你记得那个警察的背章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写这个 INP 哦，就是这个背章，就是这个监狱的这个 logo。那到底這些監獄係要乜嘅貼片嘅地方？特登你去了解，要請 News Talk。来呀哈张迪，当我们在庆祝母亲节的时节，会有一群关在监狱里的阿妹，做唔得老生爷穷下。係啊，一座聖莫尼卡聖莫嘅監獄有90%都係阿妹哦。故所監獄做得本盲3歲嘅聲音來到入邊，讓阿妹窮下成分。鐵絲網底下的這個房子，就是監獄裡的幼兒園吧？雖然聲音嘅做得來係3年，不過3年短短呢，也都同阿妹窮下嘅日嘅，太了後還會記得麼？3年嘅時間雖然冇一長，不過對阿妹來講，不做得讓聲音嘅窮下嘅每一日都係千珍貴嘅一日。有嘅阿妹講，佢落來喺監獄地步嘅生活。係佢一生人千讚嘅日咧，不過佢咩唔知，生人咧就3歲過後，兩字愛嘅日咧，一樣嘅行下去，不。來
你看睇秘魯按感同人嘅母親節慶祝活動，強調咗你強調收聽到男女主，先你看這張相片，來這張照片，這是什麼？钱100塊，鈔票100然後有 披索，因為他沒看到 Republica Argentina 阿根廷共和國哈，他們這個單位是披索，有沒有 PESOS pesos？OK。這個錢上面你們看到什麼？一個戴着頭巾的女生，感覺像女性媽媽。后面有一個好像燈塔還是中間這一根對不對？對，對，有點像是那種方尖碑，那種紀念碑似的。倒帶出現的阿根廷100元元披索當過了解大年拍攝2件的5星黑瑪莎，看來看下邊2團頭髮。 40年前，在阿根廷有個貝媽媽，搭早船夾起來就被打電話報警，然後佢滿手滿浪打嘴鼓。有一日，電話三毛響起來，一日又一日，幾樣嘢我聽到來嘅聲咧。貝媽媽笑到奶唔破，夾夾接到來嘅屋下，爭啲個夾來，再咗本警察帶走咧。原來這樣時嘅阿根廷軍人發動政變，推翻了總統，成立軍人政府。不過政府乃係唔愛成立，就做得成立咯。當到後生人出來抗議，表達對軍人政府嘅不滿，結果無言事故就本警察嚟捉走咧。據說一條阿妹持重強下。去總統府頭前嘅5月廣場，上一啲4年嚟上來做起來咧。不過警察老記得講，持住啲廣場係違法嘅，講唔行，講唔走，就留唔到做起來哦。一條阿妹喺警察嘅威脅之下，點點嘅啲廣場一軒一軒隱匿，就算有3個發現遊行嘅阿妹，本軍人政府辭死咧。不過，其他嘅阿妹還係堅持啲廣場行下去，背面軍人政府反共咧，秘密本人啲咧，睇家張啲，實將嘅3萬人啲本，當到都本人來到比人嘅當後，無像本人得到海釣度，其他人哦，咁係有人有命，也40年。當禮拜四，一條阿妹都會帶點白色嘅頭巾到廣場引行引列，到見到已經係5月廣場嘅阿伯婆咧，見到還係台上喊的口號愛真相，我簽到見到嘅名款咧，有沒有？在我們看動畫的期間，小歐事件部最珍貴的寶物 Golden Ball 金球已經出場了。現在非常關鍵的3位有可能拿到金球，但是你的角色也非常重要。你有可能跟大家一起接受處罰，比方說這一題你答對了，他們都錯；但也有可能，比方說柚子答對了，然後只有你要被接受處罰。所以下邊2題，按照認真來看，提前從題圖來看，阿根廷對哪位？有沒有很大的一個國土在這邊？我們看它的首都好不好？它首都名字很特別，叫布宜諾斯艾利斯。好長哦，好長啊！國家很長嘛，所以首都也要長一點。來，布宜諾斯艾利斯，你們看到在海邊，對，很稠，就是大都市，在海邊這個地方。然後剛才你們在動畫的時候有沒有看到這些戴頭巾的阿嬷他們去的那個地方？有，就是5月廣場。我們進去看一下5月廣場好不好？來，就是這個，就是你說的。來，我們看一下這個照片。我們 Newsdog，你讓我們轉一下好不好？看一下5月廣場的周圍，就是這圍着中間這個方尖碑，大家在這邊有沒有一樣？就是每個禮拜4他們會來，所以這邊還是維持着拒馬。後面看到那個，我們停一下，有國旗，然後有紅色外牆的那個建築，是總統府，就是他們的總統府。每個禮拜4，那個媽媽現在變阿嬷了，會在這邊遊行。好，最為關鍵的一題，到底題目係乜嘅？從下來看。搶問
也條阿伯婆戴定嘅白色頭巾係乜嘅呢？第一，急救三角巾；第二，烏鴉嘅尿布誒。4位小歐，請出示答案。我們從最關鍵的角色，文子。他們是不是要想辦法讓他們子女出來？然後急救三角巾可能就是讓他們子女，他們可能是受委屈，所以可能是幫他們急救，隨時要派上用場。對。猜題王柚子也是一樣。他們那剛剛說過了，被抓走的都是青少年。那青少年跟尿布、嬰兒尿布沒什麼關係。急救三角巾，因為它有一個急救，它急救的意思就是說需要救援。那他們就是想要把他們孩子救回來，他們希望政府給他們一個清白。為什麼你會這樣？第一是覺得現在尿布跟40年前尿布可能長得不太一樣。第二個原因是因為他們的孩子都是很小就被抓走了，就是想說不想再讓這些更小的嬰孩也被抓走，所以我覺得用尿布的話比較有想着意涵。沒有理由是急救。我覺得尿布比較。而且我覺得那些嬰兒尿布可能就是那些青少年以前要用的那種尿布，然後他們刻意把它留下來。到底抓到已經變阿婆的媽媽，後腦當大家的東西係乜嘅？請解答。解答是。來，恭喜第一位獲得金球的兩位，來，恭喜兩位，恭喜兩位。來，大家都當好戲，係因為最近從佢哋所講嘅係為設計烏鴉來包嘅尿圈呢，讓我來看 News Dog 嘅解說。原來也就係條白嘅尿布啊！就像我阿婆講嘅，條白無紙尿褲。洗尿布動辛苦呢。據說阿根廷嘅阿妹對白色嘅尿布誒特別有感情，目下咪會留一條尿布誒來做紀念。等一下，看到尿布當空有寫詩呢，佢寫乜嘅啊？上輩有寫人哋嘅名，還有記到實中嘅日咧。韓國啊，也就代表寫人哋嘅白尿布誒，就係5月廣場。母親嘅標頭。不過都已經唔見睇40年咧，夾到還請得到自家嘅生日嘅冇，夾到可能冇彩咧。我咩唔知呢？記到啊，可能永遠請唔轉來自家嘅命改呢。不過啊，實在冇放棄就有希望，就像相片地部嘅阿婆。佢潛進來嘅雖然唔係自家嘅生日呢，不過啊，有其天數，本限卡到嘅家庭團圓，對佢哋來講，就係千好嘅母親節禮物。各位觀眾，小我時間鋪3勝有史以來體育牌金球獎得主，唔單搶安用，現場喊來的2屆蘇某相撲選手，請進場。看到沒有？我們前面的照片裡面也看到了日本的女相撲，也活生生出現在小歐事件部。然後餵奶的男生也來了，哎，他這樣還好吧？膽固醇會不會太高？哦，要注意健康，小嬰兒要注意健康。來，我們今天看了這麼多跟母親節有關的照片，分享一下讓你們印象比較深刻的。我比較深刻的是5月廣場那一群媽媽，因為我覺得他們小孩子就這樣無辜被帶走，非常可憐，而且他們在那邊示威抗議，甚至還有人會把他們其中幾個帶領人殺掉，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可憐的事情，很殘忍的一件事情哦，對媽媽也是一件非常不人道的做法。來，金球獎得主，你呢？也是5月廣場，就是覺得說他們可以這樣40年，每個禮拜4都去那邊抗議，真的很棒。難能可貴哈！另外一位金球獎得主，我也是阿根廷5月廣場的事情，就是我覺得說那些孩子們被帶走是很
残忍而且很不人道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些妈妈们也很厉害，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家里自怨自艾说啊我的小孩被带走怎么办，而是他们都团结起来，他们想要告诉政府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们的小孩。所以我觉得说他们这份精神是很难能可贵，而且他们还用孩子的尿布当做是精神标志，就觉得蛮特别的。来，最后来自日本的相扑选手。我的是监狱的那个妈妈在监狱，然后因为他们为了可以照顾小朋友，还帮他们盖了一个幼稚园，这是一个母爱的展现。来，电视台上的观众朋友看到这些内容，你简单就会发现小事件簿呈现的内容热了这多年，所以大家听出来继续收听，当然小组的这贴片人员了小事件簿，祝两位祝福所有的阿妹。母亲节快乐，拜拜！来，左线预备，右线预备，预备，开始！